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的人死啊硬喙杯，就爱死症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就是硬读语的硬第7条。读语是读鼻音，有的腔口读作硬。台语字典解说硬就是定的意思，颠倒变的词就是软。像讲现做的胖，若是放一两工啊，就会变硬，意思就是就会变定。嘛会当形容一个人的个性真强，或者是意志坚定。要互伊改变。较无遮尔啊简单，咱讲心肝真硬。若是讲两个人的个性拢真强，拢唔退让，咱讲是硬拄硬。硬嘛会当形容是足无简单的代志，像讲这件代志真硬。另外，佫有水或者是火真强，像讲溪仔真串流，火真旺。古早嘛会讲溪仔真硬，火子较硬。那现代嘛会当用来讲一款勉强的意愿，像讲红顶硬要过。这个文音读作硬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严硬，意思是讲一个人的意志坚定，嘛会当讲是硬差坚强。颠倒变的词就是软者软弱。严硬嘛会当形容一个人身体佫真勇，意思晚劲勇卡硬正。看到第二个词是牙硬高，意思就是讲一个人坚持家己的意见，和人无共，嘛会当讲是做对头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隔壁迄个阿公老懵老，身体佫真严硬，也毋过一项歹，就是见摆拢要含人牙硬高，莫怪个人怨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读鼻音读作硬，文音读作硬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